我是有点假啊，车号还是什么？应该是车号。这小孩本身就足危险的。就这物件。就这物件会当用科技解决的，公安嘛是种。唉，遐个垃圾工课啊，遐个垃圾危险，而且是中国的工课，基本上已经免人去做啊，只是公司企业无有够的钱去自动化，或者是因毋知影讲遐个方法是真正有效率，会当降成本的。因为资讯收济啊，伊毋知影，所以造成一寡人的，因为人咧做，人会毋对，所以出意外。你讲，譬如讲我毋知影你讲的是啥物件，爱具体。有相对应的方法，拢会使做，只是爱看讲。譬如应该问的是，恁爸是安怎意外的？哈？啊，毋是毋是啦，我咧问恁爸啦，毋是你啦。你这叫啥物啊？这意思是，我无咧怪罪你啊，我只是咧讲你的思考的方式，应该讲，我想要讨论的是公安意外这个代志。对啦，没事。Meglio che inizi a cercare gli altri. 这就是啊，这是咱讲开副本咯。问题先处理一件，啊，搁处理后壁不要念呢？为什么不这数啊？有准啦，有准定咯，有准定嘛是医学去破定啊。处理楼梯，吊车无吊啊！13楼吊到那个10楼哦。吊车无吊楼梯哦，吊楼梯。想讲咩？若安尼恁爸迄个时阵是伫遐咧处理伊处理的部分是啥物？伊敢有必要？伊敢有必要？迄个时阵一定要徛伫遐？有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即马无画面嘛，所以爱用问。我知，但是伊敢有必要一定要徛伫迄个所在？迄个所在，你看到意思？安全距离若有掠好讲，会使防止这个代志。
定位楼梯，迄个楼梯要囥伫遐嘛。那安尼，应该爱有一个适当的距离嘛。比如讲，佮找一台天车，吊恁爸，嘿，啊，然后就是迄人手机啊，迄囥手机啊，拢是用人控制啊。应该讲，伊爱甲迄个主导权啊，就是因有一个，比如讲，因有一个控制的物件，就是恁爸会当用一个控制器，就亲像咱即摆咧耍电动共款，用手竿啊去做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就叫恁爸来，应该，毋是咧讲，歹势，迄伊毋对，迄毋对。无啦，我咧讲解决问题的代志啊。我意思是安尼，我意思敢是安尼尔，就是解决问题的迄个思考方式，是爱等你情绪过去了后，才会当想的物件。啊，但是你今仔拄好拄着一个想要甲你讨论这个代志的人。我感觉这是重要的啊，因为这造成一个人的过身啊，应该爱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但是这个社会袂改啊，这个社会袂改啊。无啦，毋是我嘛无咧生气啊，我意思是讲，这物件这是值得讨论的物件。但是一般的人无可能有这种经历啊，只有受过伤害的人才有这个经历啊。若这个受过伤害的人，未来袂阁想讲去安怎解决的时阵，就无法度解决。问题会继续发生啊。我的意思是安尼，我的意思。所以我咧建立对话的时阵，拢是想要解决一寡社会顶头笨蛇的代志。社会顶头笨蛇的就这样。Perfetto。那咱甲话题又到迄个物质定，物质定这个物件。物质定是医生判定你物质。但是事实上是这个社会有问题，造成你的心理状态无平稳嘛，甚至互别人感觉，影响到别人，互别人感觉，影响到别人，互别人感觉你毋是正常的，但是问题是啥物是正常？无人是正常啊，哪可能无人正常的？每一个人若拄着这种意外的时阵，拢一定会有这个情绪啊。对啊，这有一个，迄是你讲看做伙啦，讲看做伙，你就是讲哦，我就是讲哪会？拢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，甚至想要解决问题的人，佫会互人当做是，我无知影。好，你用读了，这可以了。就是这个社会，伊的体制、伊的制度是无想要互人解决问题啦。遐已经制定好的遐个物件，譬如讲法律嘛是，法律袂互你解决问题，只会互问题继续发生。